各位大家好，歡迎收聽香港股市透視，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而家係2025年6月17號嘅香港時間下晝5點。今日港股市場表現整體偏弱，恒生指數收報23,980.30點，較上日下跌80.69點，跌幅為0.3%。全日成交額達到2021.44億港元，反映市場交投仍然活躍。國企指數收報8,694.67點，下跌35.32點，跌幅0.4%。恒生科技指數收報5,291.85點，跌幅0.2%。今日大市高開低走，開市報24,107.34點，最高見24,131.44點，最低曾經見23,880.67點，顯示24,000點關口爭持激烈。從主要板塊表現嚟睇，今日升幅較明顯嘅行業包括公用事業同埋部分科技、消費類股份。恒生公用事業分類指數上升40.21點，收報36,574.28點，成為今日少數錄得升幅嘅板塊之一。地產分類指數收報17,465.24點，微跌43.75點，跌幅0.25%。金融分類指數跌幅相對較大，收報42,670.19點，跌298.78點，反映資金對金融板塊信心仍然不足。科技股方面，恒生科技指數微跌8.06點，收報5,291.85點。個別龍頭科技股如阿里巴巴09988，收報115.00港元，上升1.9%。而騰訊控股00700則報329.80港元，下跌0.4%。舜宇光學科技02382表現突出，收報65.95港元，升幅達2.9%。消費類股份方面，攜程集團09961收報486.60港元，升2.7%。泡泡瑪特09992則因早前累積升幅較大，今日出現回吐。值得一提嘅係，創新藥板塊今日出現明顯調整，部分醫藥股如和北醫藥、B 先聲藥業、綠葉製藥等跌幅均超過10%，整體板塊跌幅超過6%。分析認為，並冇明顯利空消息，主要同該板塊前期漲幅過大、交易擁擠度過高有關。短線資金選擇獲利回吐。此外，部分前期熱炒嘅熱門股如泡泡瑪特、蜜雪集團等，今日亦都錄得超過5%嘅跌幅，反映市場風險偏好有所收斂。從個股表現嚟睇，今日升幅最大嘅包括南京熊貓電子股份00553，收報5.30港元，升幅高達38%。中食民安08283，收報0.80港元，升幅60%。都市麗人02298，收報0.226港元，升8.1%。藍籌股方面，金沙中國01928，收報15.58港元，升4.7%。新鴻基地產0016，收報89.00港元，升2.1%。今日大市表現受幾重因素影響。首先，國際方面，美國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市場對下半年減息預期有所降溫，導致資金流向新興市場嘅動力減弱。中東地緣局勢升級，國際油價持續高企，亦都加劇市場對通脹同埋全球經濟前景嘅不確定性。其次，內地政策面消息有限，雖然近期國家發改委推出一系列支持創新藥同埋高端製造業發展嘅政策，但短線未能對市場情緒構成明顯提振。本地方面，港交所行政總裁陳旭霆強調，大灣區企業同步在港深上市，唔會稀釋市場流動性，並積極推動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為市場帶嚟一定信心。不過，外資流出壓力仍然存在，特別係地緣政治風險同埋中美關係不明朗，令投資者維持審慎態度。近期港股市場波動加劇，投資者對於美國總統大選相關不確定性、全球主要央行貨幣政策走向以及內地經濟復甦力度等議題，仍然有較大關注。投資者情緒方面，今日恒指波幅指數收報22.09點，下跌0.34點，反映市場避險情緒略有降溫，但整體情緒仍然偏審慎。成交金額雖然保持活躍，但係多數嘅資金偏向防守型板塊以及龍頭藍籌，顯示市場對高風險資產嘅追捧意欲減弱。部分機構投資者認為，港股估值已經處於歷史低位，具備中長線吸納價值。
但短期內受制於外部不確定性同埋資金流向，市場難有明顯突破。市場主要擔憂嘅因素包括：一、全球經濟增長前景唔明朗，特別係美國、歐洲以及中國內地經濟數據波動較大，令投資者對企業盈利前景產生疑慮；二、美聯儲減息時點延後，長期美債利率上升，提升企業融資成本，壓抑股票估值；三、中美地緣政治風險升溫，特別係美國總統大選臨近，相關政策不確定性加劇；四、內地經濟復甦力度未如預期，地產、消費等傳統支柱行業表現持續低迷。展望後市，分析認為短期內港股仍然將會受外部宏觀環境同政策消息主導，市場波動或者將會持續。若果美國貨幣政策出現轉向，內地進一步加大穩增長政策嘅力度，或者有望為港股帶嚟反彈契機。投資者宜密切關注全球經濟數據、美國總統大選進展同埋內地政策動向，並根據自身風險承受能力審慎部署。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僅供資訊同教育目的，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投資或者法律建議。我哋致力於維持內容嘅誠實性同透明度，但唔保證內容嘅完整性、及時性或準確性。投資涉及風險，包括本金損失嘅可能性。喺做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請諮詢專業財務顧問。